我们吃什么？吃火锅怎么样？可以。我没意见，为个吃顿好的，我就勉强和程程姐凑一对吧，谁也不当谁的灯泡，完美。你去找别人凑对去，这追我的人都排到月球了，还轮得着你？那我们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还有个人，谁呀？呢？哎，那不是老大的小叔吗？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我大侄子复职，我这做小叔的不应该过来庆祝一下呀？小叔，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来的不重要，在这个充满狗粮的世界里，我们可以组队刷火锅嘛。不好意思啊，有队友了。就是他在追我呀，我还没答应呢。这个世界太疯狂了。我要一个血旺。好。血旺是谁的血？猪的还是牛的？那这不要。给程程来一个蟹柳。哎，牛肉、羊肉各来一份吧。我要一个啊，牛羊各来一份。先来上脑肥牛。可以。给我加一个。要来个。那你这样就是不聪明了。服务员，给我拿一个熊。请稍等，冰糖葫芦各来一个。先从主要发现没有，他们家没有青苹。您好，您要的熊。谢谢。只能点请着。你们之间排列组合进行的如此完美，完全不给我存在的空间呢。你要什么空间啊？生菜、土豆、山药、冬瓜各来一份。好了，谢谢。看来某些人的精神病好像痊愈了啊！该得多谢某些人推波助澜的大忽悠，甚至是信了你的邪。明明是某些人急火攻心，遮蔽了双眼。还好对症下药是我的强项，所以不用你客气。你们在打什么哑谜？哦，我是说呀，以后我们4个人刚好可以组织排球。4个人？什么4个人呀？我还没答应他。但是也快了。你们当我在这个桌子上是透明的吗？我要去调酱料。哎，你坐着吧，我去。我也去了。那我先给你调一个。小叔，尝尝这个。来的。现在不能管你叫小叔，你叫程程姐为姐，那你就是姐夫。老大也是姐夫，不让辣椒。那你们就成个平辈。也不对啊。老大，小叔是你的叔叔，那程程姐就成个你的婶婶。老大，这么一说呀，你得喊我一声叔叔。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？你那么喜欢他，直接接受不就得了？还卖什么关子啊？太真实。什么不真实啊？我跟他之间的感情啊，虽然我是很喜欢他，但是我也没想到他会喜欢我呀。您之前那么辛苦的追他，不就是为了在一起吗？怎么现在开始怀疑啦？你觉得我跟他像是那种走在一条道上的人吗？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在我跟佳瑶之间选择了我。那你有把你的想法跟温让说吗？优柔寡断可不是你的个性哦。再厉害的医生也要问诊才能诊断病情。你呀，找个机会说清楚吧，不要再脑补小电影了啊！谢谢。你也尝尝我这份，看看哪个好吃。